洋世界本來係一個快樂及無憂無慮嘅世界，可惜人類對海洋各種嘅污染，如油污、廢水或者亂拋垃圾到海中，污染海洋。如果海洋生物食咗垃圾，佢哋嘅消化系統就會被堵塞，令佢哋慢慢餓死。如果海洋生物被垃圾纏繞，可能會受傷，甚至被勒死。污染物等有害物質將會威脅成個海洋生態系統，並且危及人類。從今日開始，一齊停止亂拋垃圾，身體力行，實踐海洋減塑，減少家庭廢水，參與海洋保育活動，讓我哋一齊守護珍貴嘅海洋。愛護海洋，由我做起。